会是会。左手，跑者您好，黑走，跑者您好。花枪5分钟。就快3K， 而家經過中國銀行。而家配速係415。加油加油！3K 追到 Boy Group 啊！加油加油！啊，前面的，加油加油加油！5公里啦，時間21分38秒，5公里 ，Go Go Go！ 跟他说的对不来了。5K 第一個水站。Cheers！ 上第一條橋。上斜路，收窄個步幅，提高個步頻，利用擺手戳上去。Go Go Go！追到320嘅 pace 啦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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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中國嘅軍事博物館啊！10K 啦，43分剩。而家第11K 追到310啦，310 pace。完成1小時30分，沒問題啊，沒問題啊，30K 啦，2小時08分。北京馬拉松完成。來，親愛的夥伴，北京馬拉松呢條賽道好好跑啊！如果大家有興趣，推薦呢條路係推薦。不過今日就有啲曬，後半程有個太陽頂住，但係好跑嘅，舒服嘅，條路好平啊，水站都好長，咁亦都有 gel 啊、香蕉啊，有啲電解質嘅補抗力啊，咁係
非常之好 ，support 都好足夠，對啲肌肉嗰啲噴霧啊嗰啲，沿途都有啊，你可以唔使停低都噴到。咁今次主要都係以完成為一個目標啦，唔係諗住做時間啦。咁啊，盡量以一個唔抽筋為目標，咁啊可以比較相對舒服完成晒成個比賽。咁頭35K、38K 個體感都好好，一直 keep 住一個比較輕鬆嘅一個狀態去跑。咁跟住最後嗰幾 K， 咦見到可以試下衝下喎，可以做快少少時間喎。最後嗰幾 K 就衝啦，係啊。咁最後完成時間3小時0 44秒，我自己手錶啦，到時再睇大會啦，咁應該差唔多嘅，係啦。咁呢個時間都好滿意啊，由 F 區追上嚟，追到去310嘅 pacer。咁跟住就今次完全程冇抽筋，所以達成我目標。咁亦都多謝公司俾呢個機會我去參加呢個比賽，自己抽籤好難啊，好難抽到啊！中籤率聽講得幾個%，所以係非常之榮幸，亦都好開心可以參加北京馬拉松。好 ，thank you， 拜拜。辛苦辛苦，祝賀您，太牛了！謝謝。把这个抽筋了，我才抽。扫脸对吧？啊，对，这边可以。好，恭喜完赛。这个要太厉害了，恭喜完赛！哎，謝謝啊！哇，咁重嘅？哇，咩嘢喺入邊啊？裡面是什麼那麼重？前面應該就也不，前面還有。哇，搬家了這是！哇，好重啊！佢個原賽嘅呢個袋勁重咯，入邊唔知咩嚟，仲有嘢派添，玉米汁。好，謝謝。恭喜完賽。哦，好，謝謝。恭喜完賽。哦，這是牛奶啊，謝謝。哦，香蕉不用了，謝謝啊。啊，有拖鞋是吧？還有鞋子。還有拖鞋喎，哎，謝謝。恭喜完賽。哎，恭喜啊，謝謝。恭喜完賽，謝謝啦。哦，這獎牌啊，謝謝。哎，呢個獎牌啊，哇，好靚啊！哇，好有質感啊！就咁望落去都好開心啊！係啦，好靚個獎牌，哇，好聚手啊，好有質感啊！後邊係點樣呢？哦，後邊就咁樣嘅。哇，好厚身啊！你睇下呢個獎牌，哇，個感覺好似攞咗奧運金牌咁啊！開心！來旁邊那個就是。